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劳工组织召开了评估中国执行国际劳工标准的委员会会议，有个别国家呼吁国际劳工组织向中国派遣一个代表团，调查关于所谓的新疆强迫劳动和破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指控。这一呼吁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问东突厥斯坦后不久发出的。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年度成员会议上，各政府、工会和雇主代表对这些指控表示关切。6月5日，哈萨克斯坦就宪法修正案举行了全民投票，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多数为赞成票。托卡耶夫表示，这场公投将会分散政治制度中的权力，并取代裙带关系。在这个石油资源丰富、与俄罗斯结盟的中亚国家内，他将改革作为建立新社会契约的基础。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投票可被视为他争取总统连任的一场预热。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计划于6月6日至7日访问塞尔维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行程受阻，因为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黑山禁止其飞机经过各自领空。加拿大国防部近日称，在亚洲执勤的加拿大军机多次遭到中国战机的骚扰，并构成危险。加方表示，有关军机是在靠近朝鲜的国际领空飞行，当时机组人员别无选择，只能改变飞行路径。加拿大国防部媒体关系主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事件在加拿大军方执行霓虹行动期间发生，该行动是加拿大对联合国制裁朝鲜的支持。刚解封不久的上海第二天就出现了社会面感染者，引发中共病毒疫情反弹忧虑。北京疫情则持续好转，市政府宣布，北京从攻坚扫尾阶段转入动态清零阶段。在周一晚上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中，保守党议员以211票支持、148票反对的结果对约翰逊表示了支持。根据保守党的规定，未来1年内将不能再对约翰逊进行不信任投票。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一经受住了对他领导权的挑战，以微弱优势平息了保守党内的一次倒戈。不过，虽然他能够继续执政，但政治上已经受到了一定的伤害。